到头部，我就上到。你的是哭，你看，真的是最佳的头部代言人了。你的摸耶看不出来耶。啊，没有，你不是大学长，你要不要？真人哦，谢谢。让你用穷容器啦哈。在讲什么啊？主持人先摸一下，我们先贿赂一下。走的是千万不要给张伯谦吃干贝，以色列头哎。风吹挑走的吗？哦，你就吃风吹头。那你考虑下大家，解下公道，解奖吼。随风写的解奖，很勇慢挑出来诶。举手抢答。银行，浪马盖。诶，美奶汁，有在听呢，抽到这一盘的心情。很开心。我嘛个欢喜，因为佢唔是这个切的。哦。啊，你是用过外用个胎儿吗？哎，对啊，你可以自己帮自己。哎，厨师帮我拿它记账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廣東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係民族，係中白橋。今日同歡喜呢來到美麗嘅頭部嘅代表。係頭部因為何搞何了，等下聽出來咯，後河門下來邊咯。唔錯，好似頭部嘅代表，其實幾張美麗呢，主要客家太正呢。頭部行卡係樣樣，三下來呢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邱玉涵邱師傅。嗨，謝謝你，大家好。邱師傅你好，還有李志六李師傅，大家好，來朱六，阿亮哥你好。好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今日嘅沉水炸，今日嘅係媽媽老妹嘅 Q 下來哦，分享到係陳振阿姊劉天宇。歡迎來，好漂亮哦。係咯，好，三下來哦，攬出嚟分享到係表姐弟哦，仲陪喊啦，請應用。哎呀。來，哇，大家好，好可愛哦！好啦，先來問一下，講到頭部，你會想到什麼？一想到頭啊，蜜蜂骨頭，哎，接得很好。馬蓋，民鳳蜜蜂骨頭，哎，民鳳骨頭。然後呢，還有馬蓋，一想到頭部，我就想到。你的是哭，你看，真的是最佳的頭部代言人了，也很愛粉絲哦，真的。對他來說就是美夢成真，很多美世界。聽到你講，今年味道會看到你哦，因為頭那麼去的，然後跟那個嫁女兒時候一樣。我就有一種韓劇的媽媽。有，哦你，哦你一下看一下攬水啦，因為家下哦，風水講到眼都好搞好了所在，還要買摸講到，然後睇下講一下。北愛用骨刀，愛用骨頭啦，哦，像剛剛講到兩個骨頭，民鳳骨頭，或者講被愛用骨頭，用白講頭拜年啊吼，也就呢無路好行，自家行出一條路，哦，跨過一座山，一開豬誒賣車呀，也就全部都會行，也就骨頭，所以現在走這古道真的是約會好地方，都得看出客家人頭拜神拜要，佢辛苦誒也要好好整一下。不過呢，馬上想看一下提出了李色彩嘛該哦。來到頭部聽出來食嘅東西，主聽嘅食材係，哦，你係乜嘅？你係咪搶發菜哦？你係搶發筍。哦，真嘅呢，有一條狗會有很多青花瓷。哦，撈啲蘑菇上冇關。好啦，你嘅搶發筍呢，分享到啲係泰國係有老朋友嘅，分享到嘅係狂生蟲狂泰國。哦，西風筆挺哦。生蟲個區域成為李氏這種條。對，聽出來門一下，剛一下哦，打開了一個時間，開始想講，哎呀。今日搶發財嗎？但是為什麼叫它搶發筍啊？搶發筍係搶發菜撈雞眼菜雜交嘅，就是搶發筍，是得條筍出會有發，好，就是這個是滿太嘅事，嗰個要動員。你每年啊吹光都動輪，做動輪。因為白色嘅發吹吹光較硬，涼唔係啊，有啲喺我哋拋皮咧，嗬。係，一搶發筍唔是刨，個動輪，切都冇刨。出夾聲係冇。我哋講講，然後大家講，大家講廣嗬，咁我看他咁樣短短咯，其實機動倉係嘛？廣東倉啦。我而家會撈到幾倉蘆筍用嘅。但品種也有關係啦，要有當倉啊，做15公分。我有暗瘡哦。來。搶發筍就幾何嘅優點，啊兩種菜嘅優點，故說搶發筍嘅營養比搶發菜還較好。我喺唐講。cái搶發筍係從日本嘅品種來係嘛？係。唐坤啊，趁着啊進車是有用版，一條比我深。哦，天宇呢？吹吹懂青條。哦，問一下冷水哦，試佢兩用版。當我是懂青甜啦，也是有這種口感濃厚。
之前该下面录这些讲哦，就这个呛发出来，在讲哦，紧硬硬啊，它好软好嫩好真的好好吃，所以抢发顺的价钱吼，几乎会抢发出一批价钱差不多一批。因為而等於係講老所有嘅優點全部攝中胸下，吼！既然用你來到頭部，將那呀最針對嘅搶發順，馬上出來進行體育館嘅料理挑戰咯。福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，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一家嘅明星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。一家之主送菜嚟。好，大家呢體育館那呀嘅搶發順來做料理，頭排大家有試過搶發順冇？有我梗係福卡嘅好美食咧。真的，俺老公最後是覺得蒜頭米就跟他炒下就懂，對吧？好，先來談下風吹帶來嘛，創意料理嘛名嘅咧。搶發順炒蔥拌肉啊！俺老公有媽媽菜裝有蔥拌肉好食，媽媽裝會按盤的，煮飯冇嘢食錯冇？係啦。行看一下，今日咱隨哦，可能肉都有搶哦。咱隨今日會做嘅料理係搶發順炒鹹豬肉，鹹豬肉有點厲害，鹹豬肉已經先贏了一半。蛋醬糖都跟命了，就留給後咱水。好啦，大家有信心冇？有真嘅有哈，我編起來了。好，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來，夾！哇，蔥拌肉耶，真的，下重本哦。對啊，而且呢，今日你用嘅搶發順，我其實很好奇，一般來講發出以前通過啊，搶發順會冇咧？搶發順一般來講，通過是當然較夾頭啦。但是夾甜米可能會通嘅。可能自家可以感覺起碼嘅，伊結天自家用乜嘅方式去煮。了解，來，哇！你一下冇人肯強下大嗎？我也有加你忙啦。哦，梗係啊，依家冇誒。我唔知道耶。啊，沒有，你不是大學長畢業吧？先忍哦，謝謝。讓你很有恐龍氣啦，哈。講什麼？肉一樣鮮呢，它的蔥拌肉，我考清楚係蔥拌肉，這樣不然人家會講我那個職場性騷擾誒。就是啊。我來看一下，他們今天下中的木蛋獎係蔥拌肉哦。該玩係嘛該？生食干貝。哦，還有 L 級耶，好大隻呢！我就跟你說叫乾媽了，來叫。乾媽，咩該玩係嘛？真阿姨啊！因為該下就討論吼，該搶發出來，然後搶發順處理嘅奉獻呢，你對我卡就蠻冇強容嘛。搶發順，一看儂就是這位通過就做得咧，通一下就好誒。該呀水滾呢，發就做容易看你要通呀用。通一下。好，我們等下再回來。那我先跟新鮮人說拜拜嘍。好。我們進度超前哦。好，姐姐，然後大家講一下哈，今天就除了個鹹豬肉，他就準備埋個食材。唻，鮮香菇，啊個玉米筍啊，油油的。那這個是飯後水果嗎？不是，咩？做貼盤帶，貼盤貼盤帶。哦，剛才我講啊。阿哥，你阿款係嘛個？蠔油。蠔油。做乜個加蠔油啊？不較好食。哦，因為鹹豬肉本身係鹹誒，鹹加那個蠔油哦。這家做的鹹豬肉，真的？哎呀，這家做的哦。馬莎做的。這個呢？那弟弟做的呀。這個呢？這個是熟的嗎？熟的。那我們先來，主持人先摸一下，我們先賄賂一下。走的小，來。一整個的啦，沒有氣炸鍋，對，整個的。好吃飽的。你這家做的啦。啊，你還會同幾球啊？我煮滾來。冇滾啊。哦。啊，你用過全冇功夫哦。強好食，講唔出來。哦，好。我們先過去。好。要炒咯。先必炒出小米漿過來。好棒哦！哎呦，飯後來炒哈。多一點哦。香菇要較多啲啊冇？香菇要有。陳阿姐，我來看一下，讓我估下不？估下不？兩排要聽落。把它掏起來，就那個起來了。哦，好。哇！兩位都嘅呀。真的阿姨，你還會加 jam，也會加埋其他東西嗎？
加鹽愛嗎？愛嗎？有鹽一系列鹽。咸臭豆小米章都會 keep 哦。嘿，錯。我會比 Q 粉還一天了解。對呀。還會講哎。不是這樣，不是這樣。我跟你講，陳真姐自從嫁到客家莊之後，就沒有再怕過了。你咩客家人嗎？唔咩嘅好咯。家本客家人。係啊。啊，平常時都會唔煮較多吧？是煮較多。哦。就烤腳就好哎。妹，你係走頭拿麼？還要去髮廊。這多。對。抹汗。千萬不要給張柏謙吃干貝，其實很多哎。風吹頭走的嗎？哦，你就吃風吹頭。你咪帶來菜鳥的嘛？裡面有做菜係紅粉青花開。哎呦，還會個紅粉知己啊，看來好厲害。林宇，你喺後數你蠻年高嘅。媽媽，還有阿婆。阿婆，都嚟拖樹嘅時節，都見台拖樹要家政課，學姐，然後佢到台北拖果凍嘅時候，好講咩要家政課，大禮拜去送。哇，那你係學本口嘅嗎？唔係呢，我拖氣管送口嘅。很厲害哦！就木下又搞啦，去搞好煮。總之就繼續米頭已經出來，可是那個干貝很高級，要那麼大。佢係升10級耶，昨天上學的哈。但是因為客人哈，可是有是長的東西。哦，你說雪玲姐哦？不是，對，這是你。客人比較喜歡吃熱食，熟的。真的。人的東西不羞澀的。真真姐，清腔的料理係乜嘅？係乜嘅？米酒，椰酒，米酒。多幾客家小炒。哦，客家炒肉。客家炒肉。古說你對到加到客家莊，第嘅好嘅料理就係客家炒肉啊。有了，對啊，你睇下鹽。好，謝謝。那婷宇咧，你最會做嘅客家菜係乜嘅？客家菜哦，控肉。哦，他們都會很大菜，都是大菜。對對。阿婆搞嗌，阿婆用鳳肉。鳳肉粥嘛。剛下就講到嘅阿婆教本媽媽長教本給我就覺得這是客家味道的傳承。傳承。好，我這放心了，最不米變落去就調米就好哎。一定要吃一下米頭哦，來，媽媽一定要最不米。對呀。甘甜一下。好，來看一下咱嘴。哦。我用夾嘅冇呢？夾嘅啊？係夾嘅好夾。我用快嘅。快兒。我用我呀嘛。重快不？沒關係。重快哈。哎呦，很香哦。很香哦，是家做嘅煮肉。太子係做傳統嘅嗎？唔係啦，我係家庭主婦。哦，媽媽米頭。係，這麼做份生意嘅事咧。真好。很香。問一下，你阿幾多係馬莎帶來呀？你真的是不是很會做菜？沒有。因為你自家做鹹豬肉，和自家帶豆來。你說你到底什麼工作？好高啦。你做哪個條路誒？哎呦，一家之主。哦，節目代言人。做爸爸啦喲。我們這邊真係韓看見韓不用病窟落去。哇！真。來講一下做乜嘅病到該病窟啲步驟。哎呦，較強。嘅脆度會較好，是有脆度，口感較好。可能較好嘛？可能我呢邊沒好咧。用嘅即刻白出嘅油吼，等下炒吼。太少。我倒落去嘛。你這邊先啦。所以等下炒就好咧哈。我有一個問題啊，你要差唔多好，人家6點忙錢了。唔怕，一下都好咧。一下要好嘅。你多講一點。你做傳統嘅嗎？唔係，家庭主婦。家己咩搞？對。哎呦，甩鍋長官睇下看一擺。你搭配笑聲很有魔性哎哦，再一次。哦啊，等下蠔油加落去就好咧哈。哎，對咯，放點辣椒燦味，沒關係，這個不用。前切6點嘛。你來炒啊，你來切。我來炒好嘛。來，係，我來炒。還會幫忙嘅調味嗎？哇，哦呦，切啊夾的哦。那個刀工。你刀工一條。哎呦，快刀手。這個要掂。哎。假設你今天係做總部是講出來唔怕的哦。差不多誒，來倒數咯，來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下鐵管地度，哪部卡米西較好食咧？第一次料理搶發順，看得出來，兩組呢都拿出
不卡最松等的食材，用下来本大家来品尝。莎莎看一下，根本係兩組嘅美術作業吧。千萬不要給張伯謙吃干貝，你是挑逗哎。那風吹挑走了嗎？哦，你就吃風吹條。來看。很甜哦。哎呦。幸福的笑容我捕捉到了。哦，一整呢。又夾車又夾甜。咩啊？我冇食咯。庭宇，你知道咧？這個我都試過一下。冬甜冬新鮮的紫米。芬珍姐咧，冬后是一斤甜，一群甜啊，你滿意嗎？滿意。哎呦，這就差唔多係強烈咧哦。問一下哦，幾多做營養班？冬猴啊，凍河營養班河。冬有米頭。恩榮哥咧，你知道咧？我知道長髮筍好食。呀，干貝咩同好食？係咯，正經都好食。我家下哦，正經嘅時候，到底哦哪行嘅食材嘅最好食？發現每一個都好好吃哦，真的厲害。選我們呢？冇票啊，排隊。主要呢，你好，比個香菇先別出米頭了，還有豬肉，這是一個重點。本個長春沒有保證也得前年的食材米頭，但本是南區嘅可能哈。來。咱最厲害嘅是嚟度嘅鹹豬肉個，哦，來食看哦。試看啊嗬。計下嘅香菇撈嘅鹹豬肉圈要別多。哦，都好食呢，唔係平鹹。長髮筍很好食哦，鹹豬肉有對牙咪嘛？都好食。都好食，這個會做鹹豬肉嘛？是啊，阿婆會做。阿婆會做。陳仔你知道嘅？好食。好食嘛？好食。因為用嘅鹹豬肉，米頭冇同樣。對啊。要更牙咪嘛？可以。杭州的。啊，咱最自家吃到咧。冬好食。嚇，你家下未講凍好食。冇咧，因為咧鹹豬肉自家種嘅啊。自家特別種嘅啊。天安全。嘿。用個人自家講看。好食嚟啊，鹹豬肉凍好食啊。個水筍係咪凍好食？係，長髮筍凍好食。真件吹筍也好食。係啊，口內係家下它就變一下，所以它的脆度跟鮮度都很比較出來哈。哇，好食好食。好，現場嘅時間到了，馬上前來搶 Q 師傅搶分數。冷水日本。深呼一口氣。再接再厲，看下幾兩個搶不分數。哦。來 ，Q 師傅好食鹹豬肉哈。客家米頭。哦，好，來搶公平哈。一個風吹哈，伊個每個食材有一個米頭有炒出來，一個長髮筍哈，也甜度有出來，一個鮮度跟嫩度有炒出來。不過呢，我會選藍隊，是因為客家料理的米頭哈有顯現出來，那提升了長髮筍呢鮮度。它有放一個材料叫做蠔油。哦，蠔油它是海鮮，所以客家米頭有鮮度，有加強那個提升的效果。人家還看到咬到該搶髮筍該睡覺，你的眼睛已經夠大夠漂亮，剛還不靈，起來個。啊，幾種講你吃到咧？兩片攏凍好哈，啊，我先入去預備講，佢一個松板肉，一個香米有炒出，嗰一個海參干貝啊，熟成都處理得凍好，所以整體嘅感覺就是凍清爽，有海鮮的甜，會有牛類的甜。啊，鴉片呢，其實佢好嘅好多奶呢，佢好多講，佢整體都係鹹豬肉，推一隻長髮筍加分，還吃到。像單調一些些的所以我就選擇有點子。了解你意思。佢兩種用冇用加分的方式，所以個呢都當佔到，因為呢個個都得到1分哦。馬上嚟看下，給面拿搶髮筍呢佬，這是海產王子。我們的志龍師傅呢，做的編髮筍嘛，該4個料理而搞大家咧。總鋪素滷菜。好來。今日呢又揾到你嘅海產小王子，志龍師傅給你帶來菜苗了嗎？
里面有做出来红粉青花开。哎呦，他为了红粉知己啊，好难好厉害啊！来，黑玛莎讲出来，你的眼啊，我是男生好吗？来，里面有介绍的色彩的花枝浆、虾仁浆、青花笋、芹菜、樱桃酱。哦，樱桃浆哦。对，一般的罐头的樱桃捞美乃滋去打，对不对？过呀姜末，过呀海苔，要乱皮。乱皮价钱没？可以买到吗？可以啊，买得到啊。那这个这边做得啦，因为今日较无限啊，无这样，这个这边做得就泡泡的一层，当我做。大天把本金咪做得啦吼。遐老一种先打。下公姜。下公姜跟花枝花浆。枝姜。差不多2.5:1啦。我也差不多的。发力好逗啦，给伯谦带回去啊。你懂我。对，先吃好了，生食花枝。等下总的。姜末。姜末是去腥吗？然后盐。然后。米酒，米酒。调味哈，看得到吗？各位尝试一下。不是跳喊啦哈。那这个也要煸一下吗？对。哦。刚唔記得講到一長發筍啊，要包嘅迄包一刮。遐長發菜因為時間關係，係要先燙好嘅。遐長發菜燙好，另外做等於個青花筍2吃啊，好。一筍2吃。一筍2吃啊，變安尼啦哈。當間大家就將來裹上去。不一些水啊。怎麼該有濃水啊？看門鹽都比較熟就係，所以你就強強的就包一塊。哦，要普通黏黏的嗎？不是，我以為是一的。有一個厚度就對。哦，他們有個口感，我覺得恩榮哥總音真的看，都得包年鹹豬肉啊，小妹啊，做得啦。啱哥切卡泡的。鹹豬肉沒做得包。你第家是係風水的爆馬該嗎？啊，生食。對。還有一層海苔哈。他剛剛有留上面一段沒有塗到哈。收口，會漂亮。因為海苔意思當係健康切出來會有顏色，像年輪一樣嘅。好像就當健蛋這樣嚟點咯。哦。演藝師姐就買技巧咪做得夠大家哦。皮口拗嘅。滷準備。喺度頭一下大家，家下講到該醬吼，隨風式的該醬，形容慢挑出來嘅，舉手搶答。櫻桃。辣馬蓋。美乃滋。有在聽呢。一般媽媽都不卡做咩當簡單，朋友來咩當方便，有咩先做去了，然後來變落一渣渣切嚟就當醬。假使唔想按麻煩哈，他有開餐廳這樣子。對呀。各位照顧到佢數起來啊！然後就整形了，就是一條就夠了。好，一條就夠了，來。好。就強強變落一渣嘞。等一下嘅醬是用那個紅粉醬，對不對？對。我嚟考慮下大家，家下講到嘅醬吼，隨風式嘅醬形容慢挑出來嘅，舉手搶答。櫻桃。辣馬蓋。美乃滋。有在聽呢。來，請他一個嗆發菜。也上嘅呢。除了該軟皮之外，還做得用乜嘅落去爆啊？豆腐皮沒做得，圓形豆腐皮。等下佢嘅切過去嗎？一裝好咗冷凍咪好。這個可以冷凍。可以冷凍。冷凍，你講平常，你講冇開行啊，冇馬之前上一搞就太架向一搞，見機起來，變到冷凍落就做得嘞。烤箱復熱嗎？還是？我家下像有氣炸鍋沒做得啦，用煙沒做得，用烤箱沒做得。其實它只是讓它熟成，它就做得。那你做得嘞哈？對。哎呦，我皮都凍要哎呦。嘿，韓姐有問題嗎？冇問題。哎呦。現在吸油一下。油先關掉。該玩係乜嘅東西啊？柴魚。可以用到嗎？切開杯。切乜嘅魚呢咧？切。哦。
，juicy，安尼就当食。哦，蹦琼苏西呢？哈那苏西 Q 用呢？咱个用个海苔啦，用看起来熱清好食。色水會較強啦。你這個淡江包一隻醬，就色水就冇人食。做乜我冇用紅蘿蔔，冇用紅色，因為醬係紅色的。係得用紅蘿蔔就對色水調差嘅。看起來很凶神，哎呀，這種嘛起到的呀。不你學的。哦，真的嗎？沒關係啊，我不好意思呢。我想用該行哈，我們這個某一該行，他有答對，要不要先讓他先試一口？我看你的笑容代表要，對不對？走在貓師傅。對啦。好，來，先不給選。來。很燙。哇，讚哦。超好吃。他點可以來當幸福。安用去代表等一下，風水總得學了哈。什麼？你剛剛沒吃到醬哦，所以等下再吃。哎呦，醬！哇！啊，發順表就兩次，安尼。你不卡做吹，嘛愛做得做藝術的創作。對，藝術即生活。紅電台一樣吹，因為係彩魚。切細的，不要讓米絲會變淡薄。畫龍點睛哦。也彩魚會老嘅，在海鮮卷的鮮味提出來。好嘞，拿起來本睇看一下。來，今日嘅紅粉青花開做好了。哎呀，做好勢咯。这料理呢，都在那做速度，先 Q 下來，長知識一下，先來出題目。今日出題目係頭部嘅上山那個孔廟，然後其他孔廟有乜冇重要 ？A. 祭孔不跳藝 B. 強風控制的謹慎。好，先來猜拳，好嗎？馬上我來猜拳，你去猜。馬上看好人。剪刀石頭布。好。你剛剛不吃過了？來，看一下，來看一下題目來。A 呀，還是 B？A。哈？一定係 A 啊！怎麼可能孔子今生都沒有你啦？風水兄係選 A 哈。那對。好啊，藍水是昨天選 B 的，沒辦法。啊，卡牌哦哈。好，觀眾朋友，你係團乜雞咧？答案係乜雞？答案係 B。原來原來係乜嘅？台灣大部分嘅孔廟都係由官方創立嘅，強風嘅都係控制嘅神秘，上山嘅孔廟呢係少數由民間所創立然後管理嘅，拜呢係控制嘅謹慎。當年呢一祭孔大典呢就係廟裡嘅盛事之一啦。哦。難怪廟裡人都較聰明啊咧！哎呀，可能的安用哦，但是可能吃不到東西啦，然後排泄了哦。來，沒關係，但我們有孔子的智慧。來，哇，安好呢。你們還需要盤子嗎？哎，榮哥，你想的是幾多隻？一隻就好咧。哦，好，啊，陪喊姐咧。我唔敢貪心，一隻就好。哦，我一隻。榮哥，你吃到用班？我吃到醬料當好。用嘅米絲。水果嘅香味嚟啦。水果嘅香味哦。啊，你會做嘛？我唔會做呀。嚇，你家下看很清楚呢，全部公布嘅。以自容的店吃又好電風上面都得。你先講，等下我再來講，配喊姐。嗆甜。有一種係清甜哈。嘿，當好哦。那牛漢煎洗到嘞？有那個古早味的感覺。但是有新的創意點。你一講吼，真緊係畫龍點睛，因為吼，到你個節目當背吼，其中個系統做嘅
法地酱，然后那个哈丁酱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次尬落去的酱嘿香美，哎，真的不一样。还有地北都嘅呛法笋哦，该他们就讲到在切切的，所以外面很圆圆的，地北都会切切，口感层次也没动碰牌。糖起了同冲同站的，唔过唔怕，我们刚才体育已经有显示到专一周本妈妈是，吼，好，阿勇太家有买了口服了嘛，吼，加条前1比1咯，接下来呢，玛莎杨玛莎苏呢就会最背面的对战了，吼，拿出两个斗志来，吼，来哈，马上来进行最背面关挑战，料理风6等。凉脆会用咸改嘅方式，热添主要食材，撒点完成中葡式实天我做嘅料理。啲之前都唔會觸到乜嘅食材嘅情況底下，涼脆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失亂粉粉麼？一家之主，人力誰來上菜嚟？好，又到了料理风6等的时间，之前已经变成黑乡亲朋友指定的。给上海烤鸭跟风6等胜过于接力赛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们有点像是在创造生活的一种激动挑战，对，挑战，那看赶紧就会不畏艰难挑战。对，题目会吗？该干锅鸡，好难哦。哎，俺们是做工的，我们是食狗呢。黑帮过给吗？哦，应该是。好，来，先来猜猜来看。妈妈了，晨晨妈妈。啊，马上来。几多点？好，N 中够好嘞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赢了，来贤贤，来，这个是不是确定吗？算到1、2、3来打开来哈，用做数块，干锅大肠做数块，好来，1、2、3，开心的来，起到我有可能哦，一盘系胸部肉，一盘系盖鼻肉哦。好，来看一下哈。对，就近哈，就近。那你直接选这附近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来，唱谁？来，1、2、3，两马盖。慢波鱼，哎，不错哎，一个都有营养哎。有学过吗？那很好吃。好。你想要？我煮过了，你煮过了，那我们就交换一下吗？谢谢光临，好来看一下两个，好了，1、2、3，哈，那么看，哦，好险，我爱最，我没有办法吃牙根，C 罗哎，我蛮爱吃那个的，牙根5谷姜有保养啊。好了，大家準備好勢好，馬上嚟進行最杯米館料理風6等。料理風6等兩組除了某 Q 嘅色彩看起來呢都很值得期待。大家準備好勢嘛？有信心嗎？有。阿蘭全美有哈？有。他有。比賽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開始咯。很緊張，唔是 sale 啊！哎，藍水抽到那個什麼慢波魚啊！做對啦，晨晨媽媽有用過哎。好，來，大家看一下，好。晨晨媽媽應該做嘛該？把這個紙拿掉啊！好，你可以拿給大家看嘛。我給大家看哦。等一下處理嘅放些係用鋪嘅，還有痛嘅。炸一下。所以你係油哈。我比滷嘛，我麻雕嘛，就挑油挑油當酒，挑油然後米酒，好來。晨晨媽媽，你豆腐卡有煮過倆出菜嗎？我都炒3杯，炒3杯比較多。好，等一下湯都做了。好，先避掉一下，油溫有點高咯。好，來看一下，先訪問一下抽到這一盤的心情。很開心，歡喜。咁嘛嘅歡喜，因為佢唔是這個切的。哦，確實誒。到底播出手嘅強力哈，很優雅。啊，老大家講一下，看曉了要加埋東西哦。加胡椒粉。都嘛唔會幾盤落去啊？幾盤落去，有啲啊，都得啦，咁會彈。唔會啦，我們散開就好了。他就幹嘛嘅？胡椒粉，他就嚟。鹽。韓國番薯粉。哦，做乜嘅加番薯粉？安尼下切，下唔鹽木嘅。哦，啊，你還會鋪幾球啊？我炸一下子，一下吧。我知道哦，那個農個幾正嘢同我切菜，我懷疑幾正嘢，你係沒做廚師的啦，講正嘢呢？快點，節目快結束了，早啲講咧。對哈。是啦哈，你看，現在才點頭，勉強。哎呦，哦，
啊，做嘛调前唔敢讲，啊，怕被他们两个过招哈。不是不是，而且我是不是有没拍过你？有啊，我的客串我导拍过你，对不对？有。你看，那你还在那边？现在才认清，真的。都那导 V A 传堂啊，公冠起来了，哦，起来了，差不多了。变透明嘞！哎呦，哎，变透明以后，该口感会变吗？这个吃起来是什么 QQ 的吗？那就硬死的。嗯，你其实不用站这么远。哎，对啊。没关系。你刚弹动哦，先吗？哎呦，恩龙哥周仲朴实给不是讲嘞。好啦，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看一下前置处理都用版，等下这样都正了。够油嘛？哎，有先煸花这是要椒油，做什么？煸花椒油，花椒油这个油太多了。哦，谁少一点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们发酵那么少，那么多油下去，花椒会猛咪头。好，再一点点。对，一点点就好。好，对，看一下。好，该花椒美木子全副落去哈。很出众的跳狗。哎，我发现，陈真妈妈把手艺交给女儿之后，给就某都会做料理耶。你刚刚是放2颗进去，试一下温度。哦，我刚刚说不要放太多，然后我想说他放2颗。不要吓我。啊，你是用过用该拍了吗？哎，对啊，你可以自己帮自己耶。哎，厨师帮我，然后他自己站好。哦，那弟弟很不哦。其实让它有还有一双抖，对不对？有一点多。我们不能讲话。好 ，OK， 那全下。还有够的你发。就全下，对的。我给你拉上没出够来吗？你会需要油，它会吸油。我冇意見。講意思都按翻油，對吧？我冇意見。對啊。那有使用啊，就要拿1-2個就會。厨師幫忙後，用厨師幫我，來，冷靜。你胸會融哎。等一下，冷靜，聽我說話。然後有蜜透出來就好哎，然後忙有蜜透啊，冷靜 ，OK。他是敵對的，他想害我們。冇啦。忙有香過一下，過緊拉就好哎，過會穩突跳高。會浮。哎，會浮，一直拉，因為你要是很給了，6升沒有就拉掉了，就冇嘞。貓仔要先看一下藍樹啦。好，來。等下我們回來再用廚師幫我。好，要再讓它有香味。哇，這個碗等於沒用。會是炒的哦。而家係咪要跳甩鍋？哎呦！那我大家講下，該下冇看到嘅東西係嘛？該。我們沒看到的部分啊。應該都看得到吧？冇，應該係就幹嘛該？冇嘞，冇幹嘛喲，最近搞的呢。你的醬很有慢挑誒，就幹嘛該？這個什麼？豆瓣醬。豆瓣醬嘛，先放乾辣椒。這不要太多吧？哦，有辣椒籽哦，太多會苦掉。辣嘛？啊，你是用過用該拍了嗎？哎，對啊，你可以自己幫自己哎。哎，廚師幫我，然後他自己站好。啊，紹興酒就尬了嗎？慢。好，這個在最後面。好，這個先來好了。哎呦，動用哦。哎，動真嘅人家的動全不會好哎，我用廚師天數啊。你有考慮要用嗎？哎呦，超好的呀！不用，你超好的呀！差不多了。好嘞，倒進酒，不要太多。哇，你說不要太多哈。好。你們是不是好了？因為東西冇得好呀。好了呀。那我們趕快過去，這邊厚的哦。好。藍水好了哦。唔怕啦，冰天啊。平宇該係嘛？那個是花椒油嗎？對啊，最後加的。哪一個是花椒的油？那個是花椒。用花椒油下去，直接花椒油。對。哦，好的係那個徐姐轉來哈。這是不要夠花椒的油嗎？對。你要用廚師幫我嗎？廚師沒關係啊，這是基礎。也不用，來。真的嗎？起價來。真的不用。這一組也是很強的，好，冇問題。OK 啊，豆腐凱有做工嗎？也有研究一下。有研究一下，好，那就可以了嗎？稍微一下。泡到半熟哦。半熟。好香哦。你還嘛該油啊？辣椒油。要用到乾辣椒。辣椒也有先炸一下，對不對？對，3秒鐘。哦，有香蜜咯，姐姐。有跟花椒的香氣，我最愛花椒了。所以他們剛剛自己煉那個辣椒油，哎。先留張。
妈妈完全搞不女儿了哎，也很信任。有发这位小蜜出来，然后选七九系吗？厨师帮帮我。该喊美国美容。你要抢玛莎，姐姐会抢玛莎。好来，谁来哈？来，哇，这下压力很大。先看好嘞哈，继续开始。哎呦，停酒嘞哦。怎么了？这样会停酒啦。停。哦。跳板酱咯。会炒高，而且炒高。会水吗？一些调油。调油多改片。看清楚了。调油一些些嘞。哦，你跟恩荣哥比哈，他们有炼辣椒油哦。哇哦！哎呦，哦，酒现在才下。再来要什么？点糖。糖，一点糖。第六他就叫我忙饼哦。那个红椒。哎，那很快。哎，我觉得志勇师傅今日做也拍动顺数哎。因為中餐咧，一菜係開啊。我呢咪係叫小卤菜。調油，去給我倒數，5、4、然後這個不要再落去，你然後這個放在上面，去電而且那個油最頭。後淋一點點，再一點點辣椒油。用淋的，好不要再加了，因為你已經很那個了，味道夠。哦，已經很油了，可以的，那個下去拌。好，那要倒數喽，先下。倒數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看最杯米館內部卡真係你嘅體重譜咧。好，抓出料理呢，米頭最主要，嘅辣椒辣到嘟嘟好。先嚟試看下鳳嘴嘅料理。都香哦，來試看下哈，又辣味又香哎。對，冇厲害。聽允之後樣辦？董香，那都咩董都好，那土董都好哈。嘿，晨晨姐姐，你知道嘞？凍香，董茶飯。上食飯。幾樣咩凍卵？凍卵哈，好多嘟嘟好。嘿，阿蘭水渠道呢？凍辣凍香。凍辣凍香，跟你本人一樣。會啦。恩榮哥咧？董香。東香哦，喺渠道吼，風水情境會感謝一下哦，我們的吉良狗，讓你講跳到嘟嘟吼，真的好吃。好，馬上來問是藍豬耶，沒有吃過哦。嘿咯，慢波魚子哈，看起來係 QQ 誒，感覺很多膠原蛋白。好，來學咯。來試看啊。好 Q 哦。哦，原來慢波魚子係啱用嘅口味哦。好像果凍哦。哦，膠原蛋白很多呢。跟米線未調到凍好。跟吃咗牛排 QQ 嘅董後生，然後是哈 QQ 誒。晨晨姐姐嘞？很像果凍啊。它的醬滑溜溜的，很好吃。溜哎。對呀，我溜就爬溜哎。哦，你看，我們都在續盤了哈。來啊，自家講一下。凍好食咧，凍飯。好，呢個凍香，做咗凍肚吼。哦，那弟弟很肥哦。哦，哎，榮哥，自家講一下。嫩奶油是。你少了那個那個聲音。哦，對，那個不能隨便講，專門警告。廣告師等我講。係哦。哎，你本手度該慢波魚子該書姐，你有使用到？你那安河選嗎？有啊。有啊。我弟啊。這麼自信。餃子的吼，餃子真的很好吃哎。好吃好吃，而且啊，發現到佢當咗搭底要泡到醬油pan飯，那冇辦法有的會卡，它是一定要炸過，對不對？加熱過，穿燙也可以，穿燙也可以，這樣溫暖它了。緊張的時間馬上就到了，先來搶邱師傅搶分數，冷水2分呢，接下來看一下阿亮哥搶分數。
卡手，来，有师傅抢公平。一个刀工肌肉，一米头又有到位，跳板中又跳油，好，米头动作好，嘿，度啊好。就没先就超过了啊。不过蓝吹诶，有也慢波鱼，它处理的度好，一个米头油拔上去，麻辣的香味少一点点，不过。一个食材哈，伊处理得几好，好，所以我要给蓝炖。啊，这两个咪本一啲一条建议。因为主要嘅菜名都干锅啦。那干锅就係要川菜底杯，主要係第一個麻要出來，再來個乾辣椒的香要出來。當然講乾辣椒種第一炒，其實對川菜底杯乾辣椒就會落一啲。啊，葉片呢，嘅海產處理得好，那我係有兩配方法就一分啦。但是所以嘛，先對一分，咁啊就先葉片較搶乾鍋啦。了解。好，故說呢，兩組都表現到當好，上半次嘅早上，講到一個找木嘢，睇起嚟有好多毛呢，一條四撇布哦，都看到一地度，睇起來好起來都冇卡吃到看呐。比賽結果已經出來，風吹到藍吹隊得到2分。好，來風吹得到前5個人的加菜金。恭喜恭喜！耶，恭喜！恭喜吼！啊，咱翠妹就得到2500塊嘅加菜金哦，恭喜！都難得的機會吼，又是平手。來，先請婷宇老太講一下這一次參加的心得。感謝客家電視台辦這節目，就是本來與同媽媽有機會來參加這個節目，那東歡喜，謝謝大家。恭喜，好優雅，陳真姐姐歡迎咯。表現一下呀，客家心橋嘅客家話，參加心得。感謝客家電視台吼，一家之主，有我機會本來要到來也表現一下，感覺都高興。好，恭喜！也個歡喜已經溢於言表了。係啦，該下幫本副主之前哦，記梁山喊講，哎呦，下次還要再參加呢。真嘅，他已經想好重新的組合了。係啦，好，等下問一下吼，哎呦。姐姐，今日來參加哦，從嘅弟弟強下來，就嘛感想，冇攞大家分享。我知道今日當好呢，一家之主哈，特別參加哈，幫我都學習當多，安尼表弟當為主菜，安尼啲天然記錄安很好，當歡喜。你咪當歡喜啊！不過今日本老帶哦，表現很多哦，下次你也要多一點表現，好嗎？最尾問一下 Andrew 哥哈，這個成績他就滿意嗎？滿意啊，滿意，說對了。那你可以承認你是主廚這件事了嗎？可以，當然可以了。然後大家講一下，今日來參加的感想。感謝客家電視台幫我一筆機會哈，那也來初體驗，我忙是做過的節目哈，第一擺來做，跟着懂新鮮哈，給幫我學習的機會，安子說，謝謝你們，謝麼？好地地平手，哎呦，做講起來種樸實啊，較放心的吼。唔過兩組講真嘅呢，都有自家嘅輸入出來，所以講呢，對比賽嘅時間，第一有時間啊，行家包括有冇用，又係用天字路呀，都係有挑戰呢。唔過呢，平手，第一個兩組都會大頭苗哦。係啊，所以今天非常歡迎大家哈，強下來報名參加，看到基隆山哈母愛。跟那個女兒愛，還有我們這個姐弟之情吼，要把讓人愛心變到該菜地擺度哈，是最好食嘅菜哦。冇錯，一家之主呢講嘅就係有愛嘅料理，歡迎睇自家響下來節目當中分享呀，屋企嘅愛嘅料理，下禮拜再見咯，拜拜。